耶稣，咱的愿望，也就是咱今仔日所要分享的题目的一个真好的提醒。愿望、梦想以及意向，拢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主的听、主的大能力的内面，拢爱学习的一个操练，毋是干那功课，那是爱操练。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同心先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典赐福，互阮兄弟姊妹三甲有份伫富强教会三甲组织敬拜。主啊，阮会当组织伫遮，毋是一个偶然的事，也是一个临时发生的代志，是你上帝你奇妙的恩赐。因为主你设立圣会，毋是干那是人的组织，是你要通过你的教会来宣扬主你的拯救，通过你的教会来传播福音，也通过你的教会来诚侪见证主同在快乐以及大能力的一个地点。所以，阮有份伫遮，阮就是有份伫上帝你的起造。愿你的话诚侪我的快乐，互阮更较动心一意，伫你面前做伙努力来承担、来拍拼、来推动上帝你伫阮中间的调兵。愿你甲阮伫地，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有时会当用几礼拜时间做伙想一个大主题，安尼对咱即个印象啦吼，也是讲对咱的思考会较连贯安尼。咱今日要三甲思考的是讲带来恩典的梦想。第二讲主题叫做勇敢梦想，上帝就做工。咱伫顶礼拜吼，顶礼拜咱伫第一讲的中间有讲几项的迄个话题，我愿望讲咱大家有一个真好的一个承接就对啦吼。咱咧讲起就讲上帝赐互人有迄个梦想的能力，梦想。咱特别有开题讲，迄个梦想毋是空虚梦想，梦想甲梦想是无共款的。即个梦想是有目标的，是有动力的，是有成就的，是会实现的安尼。所以咱讲人若无梦想，就是行尸走肉，敢毋是吼？所以有梦上好，有意向、有希望、有愿景，就是咱基督徒一个伫即个实际的社会中间，咱通对信仰领受到上大的祝福、提醒甲启示的要紧。顶礼拜咱讲第二个题目是讲，有即个梦想的能力，要对照讲，人因为面对着即个空虚，面对着即个无意义的人生，有带来一种绝望，特别是人的活命的存续。所以人看起即个世间世事拢是运转搁运转，重复搁重复，无新鲜的事，人会去陷落伫迄个郁卒无愿望的情景内面。总是咱基督徒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为着要帮助咱克服即个，就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咱世间人即款的即个绝望，世间人即款的软弱。主甲咱承担，互咱拄起遐个罪迄个绝望的捆绑。所以鼓励咱大家讲，着爱伫即个信心的内面，伫迄个有目标、有信心的内底，来开始步迄个梦想的路，也是讲孕育梦想安尼。咱煞接，咱要讲第二部分，经在咱小等下会阁复习啦吼。咱要讲，人会当突破，人会当推动成就，是因为上帝常常将大个困难的事摆伫咱头前。基督徒咱拢会想讲上帝我毋免拄着艰难的事，但是常常上帝讲要用你，常常讲上帝要兴起你，上帝要造就你，伊就把困难的事摆伫你的面前。看是你要逃闪，你要拒绝，还是讲主帮助我，互我赢过即个艰难的事。这是基督徒心态的问题，对无？咱世间人嘛讲
尽量拢挂免事牌，有啊，咱讲挂免事牌上好。但是世间呐，大家拢不免事吼，啊，你都无什么意义啊，啊，就无什么我的迄个动力啊，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三个学习的是讲，上帝要祝福人的时阵呐，若要祝福你，就先一个梦想互你，是一个愿景互你，是一个想象吼。啊，有人即讲想望，拢不要紧，就是你感觉倒一个位句较合理的思考啦吼。即个梦想先放伫你的心内，啊，所以若既然是安尼，你要得到即个梦想是真实的呢，即个梦想是有气力的，即个梦想是会当成就的，毋是讲突然间一个梦想走来，啊，你怎倒伫遐？哦，梦想啊，梦想就来啊，毋是哦，伊是你若想要有即个梦想，你都爱先找上帝的旨意。甲上帝求讲主啊，啊若凭我即款的个性，凭我即款的温顺甲能力，心肝的梦想，你要互我。啊，所以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梦想，毋是黑白想安尼做白日梦吼，毋是啦。啊，所以甲主求，基督徒即点千万毋通无。啊，若无真正就会变做黑白想就对了，黑白乱想就对吼。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而且有记载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所袂捌看见，耳孔所袂捌听见，人的心也袂捌想到的。兄弟姊妹，你看起即句话什么意思？毋捌看见，毋捌听见，毋捌想到的。安尼什么意思？上帝准备互你的，若是你拢知吼，啊，就都毋是一个奇妙的事啊嘛，毋是一个搁大搁困难的事嘛。所以上帝甲咱准备的，若是临到你，你爱讲啊，主啊，感谢你，好佳哉，你有想到我，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这个梦想若无你想事，我就做袂到，想袂到。所以这个事，咱的上帝伫创世以前就准备好，啊，这是咱基督徒一个基本态度。主要互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啊，咱知影，伫19世纪吼，咱亚洲这个所在有足侪国家，拢开始进行着一个叫做宣教的大运动啦，宣教的大时代。啊，咱的台南拄好是160年前马国医生来，同迄个时阵，伫中国的大陆也有一位出名的宣教师，叫做戴德生，吼，戴德生叫做 Taylor， 这个戴德生，伊到伫中国，而且呢，咱知影对伫当时咱也有读过清朝时代历史吼。就知影讲，迄个时阵吼，英国甲法国啊，无发生什么英法联军啊，迄个鸦片战争对无吼？啊，就是甲中国几个城市拢甲拍开啊，沿海的都市、沿海的海港甲拍开，为着要做生意嘛吼。啊，迄阵嘛是咱台湾属清朝管的啦，啊，所以咱台湾的淡水甲高雄打狗嘛，互拍开啊！啊，共迄个时阵，中国嘛差不多。毋过有一位戴德生牧师吼，伊想讲沿海吼，足侪英国人会当来去啦，无稀罕。我就是要来到中国的内陆，伫遐来传福音，因为遐吼真困难接触到外国人，真困难接触到迄个宣教师，所以伊就创立一个，咱若听这捌看过这个故事，你就知影，叫做内地会，捌听过吼？内地会，也是讲内地会，就是讲伫内地啊，毋是伫沿海啦，因为沿海较紧发达，啊有船来运搬一寡外国米来，啊但是内陆拢无啦，啊所以这个为着中国来奉献一生的这个戴德生牧师，伊是一个用信心献身的人哦。因为咱知影迄个时阵清朝时代伫中国内陆吼，实在是安尼讲，逐项拢欠就对啦吼。啊，所以当咧宣教的时阵，
哇，迄事务愈来愈多，但是吼，伊需要骹手，需要帮手，需要宣告经费，啊，毋过一个去吼，无人帮忙啦，压力愈来愈大啊！我实在是讲，人讲吼安尼焦头烂额啊，毋知要哪过日就对啦。啊，迄时阵中国的内陆吼，文盲遐尼多，要找着帮手拢困难，所以吼，伊实在是走投无路啊。伊讲我有即个梦想吼，啊要来中国宣教吼，啊我一个踏入即个所在吼，逐项要啥无啥话，搭要安怎？伊谦卑跪到历史的面前，祈祷讲主啊，我为着你的缘故吼，离开故乡来到中国传福音啦。毋过现在都无人帮忙呢，也无财务的资源，安尼我要安怎做呢？哇！伊就祈祷，祈祷了，伊咧献圣经的时阵，拄啊读到咱熟悉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伊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但是即位你看见即句话吼，逐个人拢知，嘛要暗念。啊，你若读到，你有啥物感觉？啊，你即个咱读圣经的意思啊。你若是用用吼无代志，你读即句，啊，你就想到葡萄树，啊，葡萄好食无？啊，才有红葡萄，啊，嘛有迄个青的葡萄，啊，你食会欢喜，啊，你可能你的想法，啊，你就正确啊。但是有一个梦想的人，对主较无的人，戴德生看见即句话吼，无共款啊。即句圣经在伊安怎想？咱讲亲像电光火石，甲拍动伊的心。讲啊，咱读都无伊哪会有啊？差伫倒？差伫即个戴德生，伊已经若要用人的角度讲，走投无路啊，进无路，退无步，啊，搭要安怎？但是即句话，互伊一个真亲真的感想。伊想我啦，哎呀，对啦，我来无想到，讲主既然是葡萄树，啊，我是枝，我即个枝吼，家己袂晓制作呢，是葡萄树头才会供应呢，所以伊应该知影我需要偌济，伊会为着我准备，因为是树木供应即个水分、甲养分，哦，即个枝嘛、甲叶嘛。啊，所以我白白咧烦恼操心，我是咧操心啥？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若是安尼，我的葡萄树是上帝，啊，供应是对上帝来啊。所以原来迄个艰难困苦的心就消除啊。所以伊就甲主祈祷，得咧圣牧师的祈祷讲主啊。水分甲养分原来是你即个葡萄树要提供的。你现在起，我要将所有的事拢交托你，坚信你要供应我一切。现在即位，若确实毋是一个奋志要为主做工的人，伫咧行无路，逐项拢碰壁的时阵，伊读册经节，伊就无即个感动啦。但是因为即个经节，互伊感觉讲，我就是爱行即条路。毋是靠我家己去，亲像那个无头苍蝇安无用，是我爱求上帝来供应啊。所以伊就去接到即个葡萄树啊，迄个水分就来啊。啊，所以呢，伊一个真大的平安入到伊的心内，伊一切烦恼重担就放落啊。伊讲对迄摆以后，即个戴德生牧师每一摆祈祷的时阵，伊就经历了上帝的供应，因为伊知影要怎接到即个葡萄树头。用祈祷甲物质的快乐，得到足侪资源吼。所以咱知影讲，戴德生牧师吼已经传5代啊吼，伊的子孙现在还搁伫台湾、伫香港继续咧传道理，继续咧做工擂地花。啊，你若看到迄个说地吼代啊吼，代其实是咱中文名嘛，但是伊就是迄个 Taylor 即个名甲号做地吼。啊，你若看到外国人说地，啊，佫讲华语讲啊足标准的，大概是拢戴德生牧师的子孙啦。伊啊佫最近啊佫有伊的第5代的款吼，啊佫伫即个中华福音神学院伫遐咧宣扬咧做工。啊，所以伊诚做特别因为伊历史足久嘛，一代一代嘛，啊，所以诚做中国宣教士，哇，实在是足重要的人物就对吼。所以
兄弟姊妹，咱无论做主的工，也是伫咱的家庭、伫咱的事业，当你甲即个位置、甲即个处事超好，就是讲，当咱要替上帝去做工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有压力来。我好像我要替上帝做，上帝袂晓的，爱我该帮忙，毋是的。因为成做上帝的百姓，咱无法度为着家己准备。因为咱爱照上帝甲咱准备的来做，你会像就一个轨道，就咱的迄火车，迄个路甲你铺好啊，就足顺遂。你若家己要走，铁轨路都无走遐去，你较走嘛走袂到。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伫迄个上帝为着咱准备迄个大个困难的事的时阵，你爱先祈求讲，即个葡萄树有供应无啦，所以。当咱专心相信倚靠上帝，将重担放伫伊的面前，咱迄个较重的担拢会放落，亲像心中的平安就来啊！搁较大的试炼拢会当赢过，安就对。兄弟姊妹，即个搁大搁难的事实嘛是伫咱福音教会发生啊！咱咧常常讲，常常提醒，一代讲过一代。咱才会发现讲，这个梦想毋是天边海角的事啦，毋是远远伫外地的事，伫咱富强教会亲自发生。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感谢上帝。富强教会上水的故事就是，咱差不多20年前，咱做伙编一个梦，一个悬的梦想，就是定心起做这个新的礼拜堂。有经历的兄弟，你得较了解牧师要讲什么，所以。我就无详细但当咱即个周年庆才来佫讲安尼。咱定心起礼拜堂，迄阵我了解，咱的教会都无1、200万啊，无偌济钱啊。佫有咱的前辈同工讲，好，若要去我奉献即条钱安尼，当一个小可钱，但是。敢是牧师，还是长职？讲我要梦想，就有啊，无啦。是兄弟姊妹讲，这个梦是上帝要予咱的。这个梦想，这个意向，毋是空虚梦想，这是上帝要甲咱成就。但是你毋是坐伫遐等，是我要做伙，大家同心拍拼，做伙去做。所以对伫这100-200万的存款，咱起一个几亿的礼拜堂，佮含。对面的地下室几啊百平，对无够有啊，伫咱中间发生啊，除非讲即阵10岁囡仔、14、15岁囡仔毋知以外，咱大家拢知啊。即就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故事，伫咱中间发生，敢毋是真值得咱一直去讲呢？咱要赢至50几年，即个代志嘛，成做咱一个动力，讲有上帝甲咱成就，咱嘛确信，过来50几年过。咱一个新的梦要来，兄弟姊妹，你有造梦无？你有要织梦无？你有要想这个梦是倒里伫咱下一代来发生无？这拢是咱一个故事，也是讲咱一个成就，也是咱一个快乐。所以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有时是共同的事、大的事，但是有时嘛是伫细项的事中间经历着上帝供应啦。我咧讲，看见一个故事就是咱知影出名诶韩国诶顺福音教会赵永基牧师伊伫疫情的时阵2-3年前过身啊。伊咧讲一段故事嘛，感觉真感触呢。伊讲即个故事讲，伊伫落地啊伫个西装口袋发现上帝的准备啦。咱知影即个赵永基牧师伊的时代。伊开始出来传道理的时阵，也拄啊是罕见。咱知影讲罕见1951年差不多迄个时间。包括咱台湾嘛共款，迄个时阵台湾的迄个物资啦，咱的经济是真歹，韩国搁较歹，因为战争嘛。拄啊伊来传道理。迄阵当初开始是人伊毕业，伊是配合美国的宣教师，伫。首尔这个所在，伊开拓一个所在叫做佛光洞的所在开拓教会。迄阵都开始6个人尔，6个人，因为无人啊，
伊的家庭、伊的太太，啊，佮伊的老母，安尼啊，就5、6个开拓，啊是用帐篷啊，用帐篷搭的一个礼拜堂安尼啦吼。但是伊安怎经历这个神迹，毋是讲偌大的神迹，当然后来变做全世界上大间的教会，才是神迹中的神迹。毋过伊一个小故事，伊讲，这中基牧师讲吼，伊迄个时代真正欠缺就对啦。啊，所以当伊开拓教会时，伊的老母足欢喜。啊，伊的老母是住伫釜山，咱知影韩国的南边有一个大城市，像是釜山。有听讲亲像咱台北甲高雄的感觉啦。吼，高雄是一个海港嘛，啊，台北是首都嘛，啊，首尔就是首都，啊，釜山吼就是海港。啊，伊讲看到囝儿吼传福音开拓教会，伊偌欢喜的呢，伊就讲要来。坐火车来首尔来看伊的后生啦，啊！伊一听到老母要来吼，一面欢喜，啊一面烦恼，烦恼啥货？伊讲迄个时阵吼，4天哦，连4天拢无法度啉着一碗糜，你看偌艰苦。韩国反而迄当时安尼艰苦，所以情况吼，伊要接待因老母都困难，啊伊咧烦恼啊，啊老母要来吼，当然足欢喜，啊即声。老母听到囝儿开拓教会要来甲看，啊若无山珍海味吼，上无嘛3顿安尼吼。毋过吼，你看，迄阵做传教者、宣教师、传道理，连3顿拢未顾一安尼。讲身躯无半线，无米也无菜。啊，迄日吼，拄啊，迄阵韩国的迄个宣教师拢伫遐传福音，伊伫一个广场的内底，伫遐咧开一个布道会，啊，就迄阵吼，即个地方基牧师吼，英文诚好咧。伊就做翻译，啊，一人翻译，伊就想讲，哇，阮老母要嫁，要来到火车站啊，我要去接伊安尼，啊，我无能力人接伊，啊，免怎？啊，无钱人款待伊呢，啊，我要安怎才好啊？啊，所以吼，一面翻译，一面烦恼就对啦。差不多吼，毋知影翻译伊嘛毋知影，啊，所以伊一面想，一面勒主基督主啊，我是服侍你的人呢，啊，你毋通啊。我做袂到，啊，互你的名受辱。讲一个传道的老母吼，啊来到首尔即个所在，连一个大的所在都无好势，啊连3顿都无够，啊就安尼一面烦恼，一面烦恼，啊就特会结束啊。搁咧想讲，即条钱要对倒会来，上无一寡钱，人买一寡物件来互伊老母。啊，一面想到钱的问题，嘛是无法度啊，烦恼啊，啊做即个自费线。伊就赶紧赶去迄个车站去接老母，啊，毋过吼，你看偌困难，讲连坐公车的钱都拢无啦。啊，咱讲人哦，若咧读落地啊空空哦，拢想要面落地啊有无？愈无就愈想要找，啊头前啊找，后壁啊找，啊摸，那遐奇怪啊！伊突然间讲伊的西装的落地内底发现一个信封。一个录啊，啊内底录啊，竟然有放钱啊！而且遐钱拄好有够通，互伊接待的老母一礼拜，爱当买一张回程的车票，火车票等于釜山安尼。伊较想都想无，毋是咧讲假啊，都真正无钱啊。但是是安那，什么时阵有一个纸录啊，放伫个西装袋啊内底，伊毋知。因为无人亲手交互，人讲啊有人摕物件咧，传道啊、牧师啊，即个互你，拢无咧，所以伊就要讲啊，这是天使甲藏的就对啦，伊就感谢上帝。啊，伊咧讲这个见证，是讲若无信的人、毋相信的人，一定是讲，哎呀，迄个想嘛知，一定是有人吼好意甲你落落嘛。啊，这是一个安尼，大人想嘛有诶代志，无算啥货。但是你啊看，对于一个有信心的牧者，伊安那想。伊讲，互伊知影讲，上帝会介入伫你的生活的中间。有影，迄也毋是偌济钱，但是伊就是及时互伊解决伊的燃眉之急就对啦吼。当你将家己的困难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上帝会互你生活每一个细节就有好的准备，因为主早就知影咱的需要，伊会用伊咱想象袂到的方式来满足咱。所以意思讲，伊着困难啊，啊着甲主求啊，
无灰心困求倚靠主。所以伫个生活中，伊感觉这是新约。别人讲，一定是有人听你嘛，偷偷录一个袋仔互你嘛，因为可能直接摕互你，你会拒绝嘛，就甲你录落。西装袋仔有时足好录的，对毋对？西装袋仔你若无迄个布通盖的，伊录落足顺序，袂互人袂发觉着安尼。现在即位互咱经历着圣经，咱拄则所读的，讲所以你毋免操烦，讲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这拢是外邦人咧追求的。恁的偏僻知，这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大声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个物件就要拢煞互你。现在即位，我毋是讲你家己准备毋好哦，但是当你经历了上帝的供应的时，是因为你有先追求主的国，甲伊的义。所以圣经主要所在甲咱讲，毋免为着明仔载来操烦，明仔载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这个意思是咧甲咱讲毋是讲你毋免准备啦。伊的意思是讲，当你甲上帝的事看作要紧的时，上帝讲剩的代志我负责。你毋是讲主啊，我袂，就伫遐无要做，是因为你为着主的工作大成，上帝讲好过尽忠的劳碌，你的欠缺，我要互你安尼。兄弟姊妹，咱知影有一个出名的基督的爸叫做乔治穆勒乔治穆勒就是开孤儿院即个啦伊讲一句话讲。咱伫软弱的时阵，愈会当彰显主耶稣大权能的上好时机。当你软弱的时阵，你甲软弱到主面前，讲上帝袂离开咱，也是放咱毋插咱。讲咱愈软弱，伊的能力就愈彰显，伊就愈甲咱亲近。这是叫做乔治穆勒伊讲一世人经历千百几万摆的上帝。会应允的，伊会祈祷上帝应允。所以兄弟姊妹，伊讲更较侪祈祷，更较大的信心，更较侪忍耐，更较具体的行动，会带来上帝较大的祝福。伊就是开始安尼经历着，伊也将伊的见证分享给大人。兄弟姊妹，所以你我大家拢会拄着难题啦，但是请会记得，当你有拄着难题时，毋是伫个所在。烦恼、忧闷、困袂去，操烦。拄着难题时，基督徒上好的方法就是到上帝面前呼求上帝，求伊准备好的解决的方案。这个方案大省咱人爱先谦卑落来，咱该到主的面前，坦诚对伊讲，真正认罪悔改，追求伊的帮助。现在只要咱富强教有兄弟是足幸福的，你敢知影？你的软弱，你的艰难毋是干你的代志呢？咱的代祷团队几10个人拢甲因当做，这嘛是因的代志。所以小等下咱要做代祷团队的这个车牌，就是你甲你的艰难摕出来，众人伫祈祷室替你祈祷，这是何等大水的事呢？毋是你家一个孤单的奋斗，是因为。咱兄弟姊妹看做亲像一家人，今日有困难，我替你祈祷；明日我有需要，别人替你祈祷。所以呼求，咱顶几礼拜咱听到咱下昌城执事祈祷的故事啊，伊嘛是甲伊的困难写伫这个代祷卡，然后众人大家祈祷。咱要紧的是，个人爱先伫主的面前，咱讲坦诚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毋是讲我做偌侪歹代志啊，上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求你赦免我无教义的信靠，我无专心追求你，这种的罪啦。所以当咱有艰难的时阵，请会记得，骨力写代祷卡。骨力祈祷，你也加入伫祈祷的行列，成做祈祷的一份子。因为迄个亲像一个交织的网嘛，你我互相帮忙，迄个网就愈密愈有力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经历上帝供应那你老早就知，迄就毋是新约技术啊，就是
真侪代志你想袂到诶，上帝甲你备办诶，安尼才是奇妙。近代诶，即个宣教之父吼，咱知影有一个足出名诶宣教师叫做威廉·克里，有人是讲克里威廉啦吼。伊是到印度去传福音，所以有人甲称呼这威廉·克里，也是讲克里威廉是印度宣教之父啦。伊吼早前甲伊诶同伴去到伫印度，就是大省，咱知影讲到一个新所在吼，就是爱赶紧甲当地语言、甲圣经翻译出来。伊就足拍拼，无拍算讲。伫1812年啦吼，已经比咱台湾搁较早吼。讲伫印度翻译的所在哦，发生一场大火灾，几分钟吼，较早迄个所在都无啥物红门图的建筑嘛，所以一个火烧落去吼，烧了。翻译出版的印度文甲其他伊个写圣经吼，拢烧了去。你若想讲，一个拍拼要为主做工，突然间。也未成功，就烧了，迄要安怎办？即威廉克里吼，甲伊的遐个同伴拢逐个讲，哇，心拢冷去，面拢热去啊！当时，即个威廉克里甲伊的同工做翻译的同工，陷入绝望的时阵，只有即个威廉克里讲一句话。伊讲上帝透过这个事，互万事互相效力，伊会互咱得利益，所以现在咱先来感谢。这甲代志都无共款呢。翻译的物件烧了，较早是用手写，毋是现在有电脑存档。咱即嘛无电脑咧，会晓用电脑，人知影讲你在爱备份哦，爱备份哦吼，无备份啦，烧了无菜肴。迄个阵嘛无备份的，用手抄的嘛。但是伊讲咱先来感谢。你有想到啥物呢？腓立比书4章67节，讲一开无伫看路，都要用祈祷感谢，将你所欠过的甲主救。主所赐出人意外平安，要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咱的心怀意念。这威廉克里就是用这句话讲做伊的信心啦。所以呢，才同伴就互伊激励着讲，你对，咱毋通为着这来伤心，咱来感谢。所以呢，伊就是做伙祈祷讲主啊，阮几啊年翻译的原稿，互小去啊，对人来讲，这是不幸的悲剧啦吼。无法度挽回悲剧，但是阮领受圣经的教导，讲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所以阮深信你要为着阮备办这个好事。事实是歹的，要用祈祷来感谢，你则要安怎想？毋是脑筋分裂啊，对毋对？但是信心就是安尼，因感谢了后吼，哇！因这个代志当然毋是小事啊。消息传转去到因的母国英国，杂志报道讲，哇！威廉克里因一群人伫遐吼火灾呢，伫遐吼无人通帮忙呢，要安怎呢？圣经的原稿拢烧了宣道会吼足大的负担，你甲看，这代志才传播出去，到英国的教会界得到这个消息，讲安尼好，阮袂当去到印度，但是阮会当甲你帮忙。所以印度足侪人开始奉献。足侪人人力资源，讲因吼翻译人才无够，咱搁甲支持啦安尼啦，讲吼得到足大一大帮助，真侪信徒甲因奉献，资源拢入来安尼。所以吼，哇，原来是一个悲剧呢，煞变做一件好事，你敢知？因为以前勉强会当维持开销，因为无人知、无人关心嘛。发生这个代志，哇，煞变做。人力、财力都足充足，当时一寡遐个专家、翻译的专家拢投入帮忙，伊讲恁实在是足甘心，我甲你帮忙。所以迄个翻译专家翻译遐个文字搁较精准，文字搁较典雅，翻译出版的圣经带来真好的收入，甚至有一寡钱搁会当囥去到伫中国吼，就是过来到中国来传福音。所以若无即把火宣教，只期会当翻译圣经，无想讲。煞转换一个契机，就叫契机吼。所以上帝有时无照咱的方式，咱毋通一个就灰心，就讲无效无路用啊。
上帝意念远过咱的意念，伊用智慧来帮助咱改变这个事实。事实哦，翻译圣经和会烧哦，毋是干那威廉克里的代志，就这样代志嘛，发生伫咱台湾。当时的巴克勒牧师啊，伊毋是翻译迄个白话字圣经吗？吼，啊翻译吼，迄阵台湾都无印刷厂啦，因去倒位啊，甲遐个稿摕去到上海要印啦。你敢知迄阵吼发生吼，迄个改成是上海事变有无？日本来攻击迄个上海。啊，甲迄印刷厂吼，所有的迄机器啦，所有已经印出来遐个白话字圣经拢烧了，拢烧了。那迄阵哦，中国的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大家三甲祈祷，三甲搁奉献。好佳在，即个巴克勒牧师因迄个时代吼，因有抄本，无完全搁定来，吼，甲迄抄本搁摕起来整理。佮重新拍字嘛，吼，啊，佮重新印出来。才有咱今仔日咱读的白话字圣经，也是台语汉字版迄本吼，迄个版本，到今仔日还佫真侪基督徒爱用。你若咧背金句，拢用台语的，用旧的圣经咧，伫遐翻译。兄弟姊妹，啊，时间无啥有，我要甲咱迄个重点佮一遍做一个重复，就是讲诗篇37篇50到60节，伊讲甲家己交托互上主。信靠伊，伊会帮助你。伊要互你的公平如光照射，伊要互你的正义靠伊，伊会甲你成全。伊会互你的义亲像光发出，你的正直亲像中昼的日头。兄弟姊妹，我要较缩结来讲，上帝嘛有梦想呢。上帝的梦想就是讲，伊要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施到救恩啦。伫古早以前，上帝有这个梦想，就是耶稣基督来代替咱，伫顶十字架来拯救咱，互世间人照着伊的十字架，通得到饶赦甲称义。这是上帝一个伟大的梦想，伊疼世间人，用耶稣基督来拯救咱。所以兄弟姊妹，咱遮的受救赎的人，进入到耶稣内面，所以咱就无属这个世界。请会记你伫这个世界，但是你无属这个世界，咱就无受魔鬼辖制。所以当咱接受主耶稣了后，咱成做上帝百姓，耶稣基督成做咱的君王。上帝梦想是安尼，咱世界人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替赎，脱离魔鬼的捆绑，咱要得到医治。所以咱接受主耶稣，开始运用迄个属于上帝的梦想的时阵。咱就要伫生活中经历医治，这是这个梦想。第二个梦想是耶稣基督来到咱中间，因为伊的送香，互咱脱离送香，得到上帝祝福，真做富足。用信心来接受上帝要爱，互咱对送香的咒诅中间日头吧，苦难甲送香的咒诅就要消失。这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对咱生命上大的转变。兄弟姊妹，上帝照着异象甲异梦来引带咱，互咱真做合伊心意的事工。所以伊会甲迄个梦想放入咱的心内，改变咱。伊的心意就成就伫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咱讲勇敢梦想，毋是黑白想，是因为咱下伫主的心意，求主的旨意，上帝要亲自甲咱同工。最后咱要讲的是讲，上帝会赐予咱一种叫做创造性的思考啦。上帝毋但甲咱，互咱即个梦想哦，伊会互伫咱的梦想，互咱圆梦的中间，互咱有迄个创造性的思想，创造性的思想。因为上帝有应允讲，恁若伫我内面，我的话就要伫恁内面。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世间咱这个世界会进步吼，就是因为有一群人有迄种创造性的思考。啊，迄个创造性的思考，伊个会当甲成就。今仔日咱已经进到 AI 时代啊，咱实是想象袂到的进步啦。迄就是因为有一群人吼，叫做空思妄想。但是迄个空思妄想是有意义的、
有成就的一个拿刀出来，伊甲伊成就起来。咱上帝就是会应允这。咱知影文明发达，就是因安尼有即款新的点子。咱嘛知影讲早前迄个出名的发明的故事，比如讲发明飞机的飞飞机的莱特兄弟，看到鸟啊，你咧飞，讲咱人有法度飞无？你若甲你问，迄个时阵甲你问，你讲这个人头壳歹去啊，对毋对？但现在飞机飞伫天顶，发明电火爱迪生，伊嘛是空思梦想的啊。发现万有引力的牛顿，坐伫苹果树骹，袂晓想的人讲，我捡到一粒苹果，袂歹食。会晓想人讲，奇怪，苹果哪会无对天顶去咧，哪会要对下骹落来安尼？就是安尼，创造性的思考要带来世间的进步啦。拢知影即个故事。所以兄弟姊妹，咱明白上帝的旨意，就是爱勇敢做梦，爱明白伊的心意，毋是家己黑白想，是咱的梦想甲上帝旨意连结的。所以知影上帝为了咱准备搁大搁难的事，为了完成伊的旨意，咱就爱家己欢喜家己奉献出来。先追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意思讲，我甲我的主权先交互主，主就要为你所准备。所以兄弟姊妹，就是咱拄着难以理解的代志，咱犹原来学习顺服。这是足大的功课。我明明你想都毋是安尼，你爱顺服呢但是你知影，顺服上帝的旨意，你就要过着凡事感谢、常常喜乐的生活。最后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韩国有一个出名的叫做四仔，一只手两只指头啊，一只手两只指头，更严格叫做李喜牙伊出世就严重的四肢畸形啦所以伊的手加四支指头膝盖下面阁无骹呢，因为老母伫咧怀胎的时阵就超音波验出来。这老母实在是足好胆、足有信心啊！伊讲伊无爱违背上帝旨意。既然上帝甲这个囝伊就要甲生落来，安就对。老早医生来讲，这个可能囡仔有过样伊就甲生落来。所以这个视野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伊比别人较矮细，因为无骹嘛。所以互人笑。逐项代志拢互伊感觉真绝望。毋过这个视野佫是一个真开朗。真欢喜的囡仔，无失去愿望。伊原来是安怎呢？伊两只指头爱学写字两只指头要夹笔咱知影夹笔就是一个指头母食指夹起来，毋得写会好势。为着训练你指头有力，两只指头有力，伊讲去学弹琴啦。咱知影手指头运动。无想讲学弹琴发觉讲，伊这囡仔有音乐的天分呢，有音乐的天分伊就弹变做一个音乐家。哇！伊用四支指头弹琴煞变做足侪人受激励啦。讲你看，即款囡仔伊都我当弹琴阮这好脚好手的毋通要怨叹就对啦。所以上帝透过即个视野来完成梦想安尼就对。这是即个视野的相片，你看伊四支指头伫琴键上面，会当做更严格，毋是讲我会晓弹哆来咪安尼尔，是真正会当演奏呢你若有机会上迄 YouTube 你甲拍即个名，可能会当看到伊演奏。伊就是四支指头，因为出世就是残障嘛兄弟姊妹，这李氏安怎做见证？伊讲，因为上帝感觉我真特别，所以才赐即个残障这份礼物。所以我总是足欢喜过日。迄超过咱人的思考讲上帝竟然甲一个残障的做礼物互伊啦，因为伊就是有信仰，伊才会甲即个歹事变好事，兄弟姊妹。所以，咱面临的苦难是上帝要互咱为着伊来圆梦的过程啦。所以咱爱会晓分别上帝长阔关心的旨意。最后咱要讲是讲兄弟姊妹。咱大人拢无共款的难题，无共款的生活的困难条件，但是你有这款的概念，咱相信主耶稣的人会当对上帝得到迄个梦想，是照着上帝的计划来带你人生的指南针。
所以当咱接受上帝所赐的梦想的时阵，专一的倚靠，伊就要引带你达到伊所梦想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奇妙的信仰的操练的过程，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方向甲难度。但是个人的领受是你家己要去追求。愿主将这款的信心甲愿望放伫你的心内，因为主要将这款的平安甲信心赐予你。兄弟姊妹，咱要三甲来吟首诗歌来做回应吼。这首诗歌是我有保护者伫身边咱做伙来吟。